欢迎收看台湾新世界，我是阿明陈伟民。咱讲台湾倒毒这个武汉肺炎表现哦，世界各国拢看到，今日台湾武汉肺炎是零确诊哦。但是咱小看欢喜一下，即阵咱维持伫咧393宗病例哦。不过咱讲过去境外移入哦，有91例拢来自美国，尤其这个重灾区是纽约吼，直接飞回的人有够侪啦吼。另外，咱嘛要讨论就讲哦，第393例这个确诊60外岁这个女性啦吼，顶礼拜六自美国纽约回来到台湾。伊红赛就是顶礼拜五自纽约回来到台湾吼，确诊的384例，两个人伫美国出现症头，引发就讲啊，专工回台湾吼，要来治疗这款的这个争议啦吼。啊，不过咱昨嘛看到这个指挥中心证实了讲，这个第393例哦，并无这个健保这个成分，医疗负担哦，全部爱是咱全民来这个买销啦吼。这个指挥官咧，陈时中伊就讲吼，治疗费用甲这个有健保还是无啦吼，袂当甲看做是共款。只要伫台湾确诊，台湾拢会当互因来治疗，因为咱讲世界是这个合作的。就像过去伫日本宣召公主和台湾人确诊吼，嘛是伫日本做治疗，所以咧伫台湾若是确诊，就伫台湾做治疗吼，避免这个患者真做是这个国际研究嘛，减少这个各国爱派这个医疗专机哦去甲这个国家的这个民众甲伊载倒转来。只要咱讲吼，甲各国防疫做好势，责任做好势啦吼，就当避免疫情来扩张啦吼。这就是这个台湾 Can Help 上大的这个典型。另外，咱们要讨论就讲哦，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伤过头亲中啦。顶日啊，咱嘛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开声批评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拢话对这个中国遐气啦吼。啊，各国讲吼，为了考虑讲暂时无要搁赞助因啊，要断因的这个钱金。另外咧，咱嘛看到讲，一个美国这个国会支持甲授权成立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哦，咱嘛讲吼，确实这个 WHO 已经变做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宣传这个工具啦吼，伊嘛主张讲中国这个会员国伊个权利就要来暂停美国，嘛要吼甲这个台湾斗争取加入咱讲 WHO 内底啦吼。另外咱嘛要讨论到讲顶礼拜这个谭德赛啦吼，伊是讲啥？伊讲批评咱台湾是这个将这个族群的这个歧视啦吼。啊，即阵咱讲吼，即阵嘛要伫这个国际发声，伫 New York Times 头顶吼来看这个声明吼，甲台湾的这个声音传出去，今日咱就好好做回来讨论。接下来咱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东综合病院急诊部这个紧急医疗科主任吴泰林。主持人好，大家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咱来邀请咱的老朋友哈，台湾地科执行委员赖义中。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嘛，赶快是这个老朋友啊，家人市议员张志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是咱等下小连线嘛会来做这个电话这连线来连线，是咱纽约大学这个李碧生啦吼。首先，咱要来请教咱的医师啦，今日零确诊，小可爱欢喜一下，但是嘛袂使放轻松呢。真正是真欢喜啦，因为其实看到这个新闻是真感动啦。是。啊，但是这咱代表讲咱即摆的政策，啊，个咱的做法是正确的。啊，但是真正袂当讲想放的轻松。是，咱讲第一波疫情是来自这个中国武汉吼，第二波是这个境外移入，欧洲、美国这的这个国家吼，等这个境外移入是一个重点。啊，咱讲这个小连线这个清明过，咱讲即阵已经到4月14号啦，吼，应该会使放较轻松，但是吼，咱讲5月初过一波这个年假啦吼。另外，咱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中央指挥中心吼，这个记者会是讲。今仔是无这个确诊的这个病例啦，但是大家吼伫遐玩这个喙炎吼，到这个粉牙是会使挂无吼，查甫人会使挂无吼。另外就是讲这个囡仔这个喙炎吼买无着，啊指挥中心安尼讲，咱先做来看。好，25天没有零确诊案子哈的煎熬了哈，那每一天平均都大概将近14。好，那我们今天哈跟报告，今天我们是零确诊。当然，疫情还没过，不会说一天的零确诊。我们以前也很多次的零确诊了哈。那不过还是值得大家稍微高兴一下了哈。那总共我们今天到现在为止有124案哈解隔离哈，4岁到8岁，哈这种小的哈小于这种，哈长度小于8公分，宽度小于12公分的小童的口罩，好，未来我们就不在哈在药局里面来贩售。全部都到网络来做预购。是哦，咱看到即阵这个喙炎吼，囡仔可能较卖袂着啦。其实咱讲台湾的喙炎真正是有够啦吼，但是这个部分咱嘛做真侪这个喙炎这个外交的这个部分，咱等下好好讨论。啊，首先咱先请教这个医师啦吼。其实这个喙炎的部分，美国遮
因为欠喙炎，欠到有够济，医疗的这个喙炎买袂着，啊，所以这个因有假吼，家己爱来做喙炎嘛，用这个旧衫裤来做，安怎做咧？迄吼，咱讲是咱伫台湾，咱即届嘛是真运气真好啦，啊，真正大家吼虽然虽然感觉无啥够用，感觉14天9个，搁有人讲啊，是毋是爱一天一个？但是咱若讲对照讲咱其他的国家来比吼，咱实在是足幸福的，因为吼，咱若像美国，咱大家知影，美国是确诊上济国家嘛吼，啊因为迄喙炎无够，所以因甚至建议讲吼，咱一般的民众吼，一般的人咱用补做的就会使啊。啊，你若是讲医疗的吼，你做医疗是讲你会接触到迄看病人，较低咱讲我一般的外科的迄喙炎安尼，啊甚至因伫因的吼网络观念就劝讲吼，你若厝内吼。无喙炎要安怎呢？吼，大家当看我即个图吼，伊是教大家吼，甲衫吼下骹吼加落来吼，啊又甲大家讲长度，啊加落来了吼，就当当做一个喙炎安尼。啊，若假使讲吼，你厝内有迄裁缝机吼，伊教另外一个方式吼，就是讲你用裁缝机的方式吼，甲迄布吼啊裁做迄适当的吼 size 吼，啊买当用来装做喙炎安尼。但是咱讲有效，这个主动，因为咱讲吼，过去咱台湾做喙炎有3站吼。第一站外口，这个是阻挡这个病毒吼，这个静电的这个功能。啊，第二站吼，佫有另外一个功能。第3站是这个吸水的吼。所以这咱讲用这个衫裤去做，敢有完全来抵抗？这可能吼，因为你看什么状况啦，你看完全无喙炎讲来比，伊加减有效果啦。因啊，咱一般咱的这个喙炎吼，咱其实2个部分，一部分就是讲吼，咱外口迄站是防水的，所以偏偏讲咱一寡迄患者的喙烂吼，去甲咱用淡。啊，另外一方面，咱内底这方面，内底这面是吸水的，所以你若是讲破病的人吼，你有扫有啥，伊内底迄站会甲迄喙烂会甲吸收掉，啊，中有一站就是静电层，迄就是会甲病毒吼，互伊掠喺遐安尼。啊，一般咱补做的喙炎，伊就无迄个静电的效果，可能嘛无吸水的效果，但是因为就是利用物理的效果，就是用补的方式，互你外口的病毒吼尽量卖入来，所以。无像咱一般，无像咱医疗用的遮好啦，但是加减有效果，加减有效果啦，加减啦。所以这嘛代表咱即阵关喙炎，真正是有伊的这个功能伫咧，尤其是吼，先互这个医疗人员来使用啦吼。咱讲到这个200万剂啦，第一波是互这个美国啊，其他欧洲吼是700万剂，啊，另外咱讲到这个100万剂是这个友邦啦吼，啊，第二波咧是买互这个南韩的这个国家啦吼，就是咱南向的这个国家啦吼。其实这个喙炎这个外交嘛，引发着侪的争议，就是讲吼。因为咱派出去这个飞行机是华航啊，英语叫做啥 ？China Airlines 吼 ，China 伫这个国际上这个人脉，大家拢嘛是讲哈是中国哈，唔是指向这个台湾哈，所以 China Airlines 到底要改名无？咱先来听苏贞昌院长安怎讲。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去立法院进行总质询，面对最近台湾真积极伫做喙炎外交，用中华航空甲喙炎送去世界各国的时阵，其实面顶写的是 China Airlines， 开互国际误会讲是中国的援助，最近嘛引起华航敢是要改名的争议。交通部告知华航，以后运送物资的时候，上面有我们的国旗，我们国家的航空公司标志台湾，这确实是应该要努力来做的事。这样的口罩哈，当它抵达法兰克福、抵达这个世界的角落的时候哈，看到这个华航 China Airline 的时候，国际社会还以为说这些口罩是中国做的。啊，不过华航改名嘛，牵涉到国际航权的问题。有立委认为讲华航是国际民航公司，改名算是嘛，甲政治问题有关系。国际民航组织 ICAO 较外中国迄边，到时阵一定会去封掉。所以 ICAO 是一个比 WHO 更 pro China 的一个组织，只是尊重华航而已。我想现在的我们行政部门哦，那包含交通部，他们有各种方式在处理。民进党立委林美金等人提案联署，认为讲政府应该随变更台湾对外翻译的国名，改号做台湾或者是中华。我也觉得民进党应该要修宪，直接把国号改成台湾共和国啊。台独党纲的规定就是这样子，那又何必拐弯抹角、遮遮掩掩、绕来绕去了呢？早起立法院针对追加1500亿纾困条例追加预算的修正草案进行党团协商，啊，不过8亿国民党提案应该要分千亿现金，也未得到共识。民进党团是要拼伫下晡3读。记者综合报道。所以理由是表明讲，确实有必要甲这个台湾甲中国有做这个差别啦吼。所以咱讲真正改名，但是改名敢有较好改。啊，另外咱头段嘛听到这个国民党这个立委啦，伊是讲吼，啊，其实吼，直接改做这个台湾共和国就好啦吼。咱继续请委员。
我想吼，也是讲迄个郑丽文委员真正是甲支持吼，啊无家己爱讲我支持啊，毋是讲啊无你有法度你家己来改啊吼。嘿，所以讲我讲修宪这件代志，大家嘛知影讲伫台湾吼要修宪，算讲爱超过3%这个国会多数才有法度来修嘛。是。所以国民党虽然讲即马是迄个少数党，但是伊犹原是有超过4%席次嘛。所以讲，迄个郑丽文伫遐讲吼，我会感觉讲，迄喷嘴烂尔啦。有影。吼，但是即马当然，因为台湾甲中国伫国际上诶，像讲 China Airlines 即款诶物件吼，会造成真侪即个困扰。所以真侪人，我是感觉讲，迄个想要甲改名。当然，即马改名，我即马是感觉讲，可能咱会甲两个议题甲伊分开吼。是。一个物件是讲，咱安怎伫国际上甲中国会当做出迄个区别，吼。啊，第二个是讲，迄个 China Airlines 的华航吼，伊要是毋是要透过改名来完成吼，来做即款的区别。是。我是感觉讲，迄个苏院长吼，伫遐讲着讲，有。也是讲改名，即马牵涉到即个航权的迄个谈判吼，啊可能较歹处理的时阵，啊是你飞机顶吼喷漆的时阵，就开始创一个台湾伫遐。喷台湾伫头顶吼。对，也是讲都用迄款的方式吼，会当来造成，就是讲咱台湾甲中国之间这完全是无共款的，莫有一个困扰吼。我是讲，这个就是真简单就这样做的代志，因为咱看像讲迄个中原航空吼，啊3不5时就讲一个 Hello Kitty 的迄个飞机的迄个喷漆啦，也是讲华航嘛有讲因伫遐安怎来用伊无共款的即个算讲新的即个标志吼，来甲因即个飞机哦创较水，是。所以讲我是伫即个。有关就讲飞机顶安怎来处理吼，这甲航权谈判一点仔关系拢无。你只干是讲我要安怎喷漆尔嘛。是。吼，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吼，航权谈判内底所讲的，伊干那是讲到底参与这个航权的迄航空公司是甚物款的。当然也是讲这个公司也有可能改名，有可能这个航权的这个公司吼，嘛有可能改名。但是咱会知影讲，这个因为真侪航权谈判是讲国家对国家来谈，因为。航权对第1到第9航权吼，这个物件无算讲迄个航空公司伫这个所在来讲的，拢是国家来讲，了后讲国家安怎甲分配，吼，像讲即个咱真 Starlux 迄个星宇航空，有时阵敢若新成立，因为新的一个航空公司伊无法度参与这航权谈判，所以讲伊无法度去分配，吼，但是伊有嘛会当飞是安怎飞，就是讲为国家就是讲伊完全开放领空。开放领空，所以讲，迄真侪航空公司也是讲，你甲我这国家，我即家有认证啊，嘛讲好，你就当来飞，这甲航权谈判一点仔关系拢无。所以我是感觉讲，像讲这代志，可能爱做一点仔，所以爱做一个了解，就是讲，航权谈判虽然讲伊会牵涉到这航空公司本身的名称，所以讲也是讲要改这航空公司的名称，可能会牵涉到这航权谈判的谈判，但是也是讲着讲要。对这个外口来展现，这是台湾，这卖甲中国吼会当造成困扰。咱有真侪方式会当随做，无论讲是伫飞机顶来喷漆啦，吼，也是讲甚至伫迄个算讲航空公司的柜台安怎来表示来处理，这拢会当用。尤其是讲吼，像讲迄个咱真侪人咧讲伫国际上，咱伫其他国家华航拢是用 China Airlines， 而且柜台名袂当改。但拜托者，伫日本遐，日本是安怎用迄个华航？伊是标志讲用迄卡拉干啊，他是用迄个平假名吼，改拼一个叫做 China Airline 啊，是讲是 China 这个所在是用迄个平假名啊，改拼出来。所以讲甲迄个中国是 Air China 完全英文都完全无共款。你去日本的机场，无论讲是迄个羽田还是讲迄个迄个看遐机场吼，你会晓发现到讲伫遐吼。每一个甲迄个中华航空公司迄个伊的柜台，啊，甲伊安怎来表示讲，这个航空公司本身，伊拢是用迄个卡拉干啊，用平假名来拼出伊的 China。是，嘿，安尼尔。这个部分拢有法度去做一寡春秋的这个运用哈。继续咱来请咱的议员哈。其实咱嘛看到这个到底是要改做。China Airlines 改做是台湾 Airlines 嘛有这个讨论哈，嘛有牵涉到讲其实是这个航权啊，头拄啊这个委员嘛有讲到其实咱讲吼，伫疫情这个时阵，这个航空公司就无法度飞出的时阵，才有法度正式来改吼，趁这个时机啦吼，这个时机有好无？
其实是安尼啦，这个时机毋是干那讲这个飞行机无法度，即马这个国际这航线吼有小可较冷吼，毋是这个时机尔。即马是讲咱即马拄好当到一个真实际为台湾出发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嘛。就是讲咱所有相关的资源，咱想要送去国外的时阵，会方误认为这是中国的。老实讲，这是台湾长期以来诚侪年拢是有这个问题。但是以早可能咱台湾较掂，咱较实，吼，咱拢无啥，就是这个国际这个关注无遐悬。但是偏偏这边我靠着咱台湾政府甲全体的人民，大家真拍拼。这边的这个算是讲成绩算了做了袂歹，所以讲国际愈来愈侪来甲咱关心，包括着咱这个前2天野球开始拍，吼这个野球开始拍，变做全世界无几个国家有个有正式的比赛，搁咧进行。所以讲应该是今仔日我看美国应该是 New York Times 还是一个美国的这个一个媒体嘛开始报道讲，台湾遮咧拍野球，搁一个敢若讲台湾的这个骹球的比赛，伊嘛咧报道，因为有真侪人，这个世界上真侪人是真爱看这个运动比赛的，但是你即马变做讲全世界无几个国家有一个即马当咧进行中的比赛通好看，所以讲变做讲因的这个关心点来到台湾，但是咱的这个职棒联盟嘛是共款叫做 Chinese Professional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CPBL 台湾会当以前的人会当家己骗家己讲，这叫做中华。其实对国外来讲，对使用英语来讲，这就是中国，这唔是无人咧甲你中华中国 ，China 对 China，Chinese 对 Chinese 对因来讲，这就是共款。以早这个时代，中华民国政府是要甲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在争讲，啥人是真的中国，啥人是假的中国。这是以早的时代，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伫咧对抗的时代。好，因为迄个历史背景，咱尊重无要紧。但是即马时代已经无共款。为台湾出发来替台湾思考，尤其是咱的资源，即马要送去国外，还是讲国外要来关心，要来看咱台湾的所谓的这个作为，有啥物通好参考的，有啥物通好会当甲咱交流的。这即马就机会变了真侪。今年的这个国际变化实在是太大。但是这真大的这个状况下。咱若准讲抑个为着以早这个意识形态这个原因，将这个中华，还是讲这个相关的这个符号、这个名字，一直咧坚持拔掉的。台湾有机会通好伫国际发声的时阵，顶到红缩拔掉。安尼就是真可惜，真正是足拍算的一个事。所以这个除了疫情，咱讲肺炎外交。运动比赛嘛是，咱因为这个防疫会当做较好势，咱才法度拍这个运动比赛，所以伫这个运动比赛嘛会当互这个台湾各方看见。但是头拄仔这个志豪讲的 CPBL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啦吼，这嘛是中华职棒啦吼，所以这个可能嘛是爱叫这个中华职棒，所以考虑一下这个方向安尼。当然，你讲这个中华职棒，这因咧联盟有一个协会，这嘛就是讲有的是民间组织，有的是官方的组织，所以讲你要改名，你要正名，这无一定讲大家拢会当共步来行，但是大家爱有这个意识，嘛有爱有这个民意的这压力。好，譬如讲头拄啊，这个委员所讲的，咱的这个飞行机顶外口会当插，包括进前咱的 passport 顶头嘛是加一个台湾去哩。老实讲，遮的真侪这个政策甲作为。拢唔免经过宪法，这是真侪是咱家己伫咧行政的这个部门会当做的。但是当然，以早的时代，卖讲济，就是10年前、20年前，这款的代志若出来的时阵，变做一个意识形态对抗的时阵，好，安尼可能代志就一个好事变做一个歹事。但是即马是讲，咱的民意有够，大家嘛有这个共识，认为讲实际上，这真正是有这个爱改的必要。你无一定法律爱改，你无一定
即马修宪无简单，咱无要紧，修宪咱从长计议。啊，但是即马会当改，咱会当先改。譬如讲 passport 顶头，台湾会当变得较更较大诶。啊，你中文字，干那看中文的人看有尔，中文字你要缩小嘛，你缩小，甲中文看有就好啊。啊，而且即马真侪是用一个 QR code， 你就会当出入境啊。你若毋免将这本啊摕出来，这本摕出来的时阵，就是像即种的状况，譬如讲。前一阵啊，这过去几个月真侪台湾人想要转来台湾，啊，伫咧机场互刁难，哦，啊，人认为讲啊，这是中国的，迄是安怎的时阵，这是对台湾人出这个出入的时阵呢，实际上的这个困难，造成真大的困难。是，啊，这是爱替人民解决的问题。有影啦吼，所以咱搁回过头来讲医疗吼，其实头拄仔这医师嘛讲着吼，私底下讲吼，若是这个 China Airlines 吼，大家是。误认为是这个中国去，真正是对咱的这个医疗吼真拍算啦吼。有影拍算去，就是讲咱的这个喙炎外交，也是讲喙炎这个帮站去到国外大家叫是中国，甲因这个斗相共的吼，真正是算长去。这部分就是讲吼，咱因为咱讲政治的部分吼，咱就单纯讲吼，咱台湾这个机会，咱吼真无简单，会当互人看到咱台湾的吼真厉害，尤其吼包括毋是讲喙炎尔，咱即个。包括伫足侪咱的技术座位吼，足侪国家拢会甲咱学习的。是，像咱之前讲吼，咱像迄意大利迄吼，为虾米伊迄病情遐严重，伊甚至医护人员已经死超过100个。就是因无真好的保护的方式。是。啊，所以像咱最近吼，像因咧讲一个叫做插讲啦，就是讲咱咧帮病人插讲的时候，咱有做一个防护罩。是。吼，因为吼，为虾米要做即个物件咧？就是讲吼，咱一般大家看到即个片，就讲吼，这就是讲去模仿讲咱咧插讲的时阵吼，迄。病人的喙烂吼，会困啊，迄规个医生吼，伊的面管顶规个拢是啦。吼啊，所以最近吼，因迄外口的国家在咧研究讲，有啥物方式来避免这啦。吼，就是去做一个类似防护罩，安尼就像这隔板，吼，给病人和医生中间。吼，啊，这个代志其实上早做就是咱台湾。屏东的一个医师啦，吼，包括屏东，包括咱花莲吼，这是咱花莲一个赖医师啊，吼，伊这就是互国外的新闻咧报道讲吼，伊用这个方式吼来帮病人插讲，会当保护咱医生、咱护理师的。安全啊，避免这个烂手吼，这个接触到啦吼。对啊，像这拢是咱台湾最好的机会，甲大家讲，咱台湾的医疗吼，啊，甲咱的技术真好，而且咱全愿意来甲大家来帮助。是，所以我家己看到迄 China Airlines 时，有感觉讲人家无菜讲，人知影讲，伊有人真正会当做迄是中国的帮助。啊，咱无一定爱改国号改啥，但是上这咱互知影讲，这是咱台湾咧帮助大家。我的想法是安尼。有影啦吼，咱看这个全球疫情吼，这个咧炭烧台湾的当维持，即阵咱讲393例啦吼，真正维持较袂歹。咱先带大家过来看一下这个全球疫情，美国也是上严重的这个部分啦吼，58万外例，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万外例啦吼。啊，这个欧洲部分吼，西班牙14万外例吼，这个。死亡人数嘛是17000外例，啊，意大利头讲着吼，这个可能医疗的部分吼，6000外万人尔吼，但是这个医疗人员死的这个部分就100人啦吼，啊，死亡人数咱看即阵嘛是20456例啦吼，啊，其实德国、法国、这个伊朗、英国遮吼，其实这个确诊人数嘛是咧称悬，啊，其实咱看一个咱台湾是维持这个393例吼，境外移入是338例。55例是这个本土的，所以338例是这个境外移入。啊，昨这个陈时中部长啦吼，嘛有讲到，这个其实哦，咱无看到，咱讲吼，这个本土这个社区感染应该是咱讲是0啦吼，因为咱看到这个拢是境外移入的这个部分。啊，100个人确诊，100万人确诊哦，差不多是16例啦吼，所以这个社区这个部分是较无看到。不过咱慢慢讨论着讲，就这个咱看纽约是重灾区嘛吼，美国嘛是重灾区，所以咱要去。请教医师啦，咱看到伫纽约等下这个海外这个夫妻啊吼，确诊的这案例，大家有人咧讨论讲，这个384例到393例吼，这个翁仔某啦吼，4月初3到家属有谈啊吼，啊自纽约等下到台湾吼，主动来申报这个无爽快啦吼，啊采检去通报，啊毋是发现是这个阳性吼，11号来确诊。另外咧，这个伊某啦吼，是咱头拄有讲到无健保的这个部分啦吼，啊伊尾也嘛家属有谈。而且咧，伊个是这个食歹巴肚这个情形啊，其实毋是食歹巴肚，其实是这个武汉肺炎新的这个症头出现啦吼。所以人嘛咧讨论讲，这2个案例啊，也是讲咱等下嘛讲着吼，就是讲伫咧纽约即马转来，也是讲伫倒位转来吼，爱家直接入去防疫这个旅馆吼。啊，咱先回过头来讲这2例。
这两个代表的这个意义，就是讲这个纽约真正是一个重灾区啦。咱要安怎防？直接互因入去这个防疫旅馆啊，也是讲吼，即阵咱有一个上新的这个政策，就是14天内，你若是欧美吼有去过这个加拿大这个旅游史啦吼，你就是爱去先交这个居家检疫的这个资料吼。咱安尼做，敢有法度防止讲吼，莫个这个境外移入的？我认为吼，咱要防止咱境外移入上主题，爱讲吼，迄咱等来咱大家国民爱诚实啦，爱坦白，就是讲你有镜头，你有艰苦，你一定爱讲。因为咱目前看起来，咱国家是无用包机的方式啦，就是讲你嘛是会当零星的会当等来安尼。但是等来，吼你若讲你有主动甲咱的人员讲，你有即个安尼的镜头，安尼是咱大家当提早做准备，提早比如讲，互你带俾你互你家己自主管理14天，吼若有镜头，咱还紧甲你检验。另外就是讲吼，伫咱飞行机馆顶的，咱的迄空服务员，也是咱的馆顶的人嘛，当先做保护啦。我认为是爱安尼。有人会讲因这人吼，大家无啥公平，讲你安尼，伊明显讲因无健保，但是咱本来伫咱国家的政策就是讲这个传染病，本来是国家咧买单。但是我认为这个政策咱先莫去甲苛责，因为你若讲吼，咱上惊就讲这个人转来，吼，伊毕竟伊是台湾的人，若讲转来伊惊着讲要拿足侪钱。伊唔敢去讲你啥物镜头，伊伫遐啉，其实是风险破口伫咧。嘿，其实颠倒是一个风险啦。所以我认为讲，咱想看卖，咱若是讲今日咱住伫美国，咱看着台湾才安全。想要转来啊，台湾才定100%较紧转来。但是重来讲，咱转来，咱爱配合咱国家的政策，就是讲爱坦白的所在，咱就爱坦白，做好保护，若爱自主隔离，也是爱居家检疫，咱就配合政策，乖乖伫厝关14天。伫台湾的这个国人嘛，袂当去甲讲责任讲吼，伫国外转来这的人，其实台湾这个防疫会当做较好，嘛希望讲真正有确诊，你就是写好势啦所以咱即阵有这个防疫的这个新的这个措施，咱来看吼。咱头我嘛讲过，4月18开始若是讲入境民众过去14天，若是有欧洲、美国，也是讲美洲啦2州的这旅游史、加拿大史啦这个坐飞机进前都要交出符合居家检疫条件这个资料若是讲你是申报无老实啦相关的当罚这个15万就是要鼓励讲大家你就是老老实实写好势啦嘛袂当变做是这个防疫这个破口的这个所在。另外呢，嘛是对着这个高风险的这个族群亲像65岁以上的这个士大人，6岁以下这个幼婴啦也是讲囡仔啦也是你有这个慢性病的这个患者这个你若是讲无专用这个房间入境的人，拢爱去住这个防疫旅馆。另外咧，这个骑名在2.0啦第5期网络咧买物件买喙烟4月15开始来定啦原本这个成人的这个喙烟嘛是讲头拄咱有着4岁到8岁，这个囡仔这个喙烟啦民众嘛上透过 eMask 这个喙烟的这个系统来去定啦所以咱即阵是讲。这个台湾做甲是超前来部署啦咱就卖先讲过去咱这个 WHO 这个教条是啥啦因为这个若是交信的这个国家全部拢会沦陷咱等下嘛看到这个新加坡的，所以咱台湾真正是会当讲徛伫防疫之地，互世界看到咱的这个优点啦不过咱嘛看到美国总统这个开枪伊安怎讲咧？伊讲这就是要来断这个 WHO 的这个钱金啦莫搁赞助因啦咱看到谭德赛 Tedros 伊是安怎讲？伊是讲即阵就解释讲其实美国才是咱上大的这个资助国啦所以伫遮咱嘛当看到讲即阵 WHO 来解释是啥？咱先做来看。WHO 最近的争议不断，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发布一份报告，批评中国伫咧初期的时阵暗砍武汉肺炎的疫情，欺骗全世界。世界卫生组织目睭刻刻对咧行。主管加做中国共产党宣传的工具，主张中国 WHO 的身份应该爱互停权 ，WHO 嘛应该爱随接受调查甲改革。美国应该爱拍拼，互台湾加入 WHO， 加做抗衡中国的力量。美国参议员柯顿认为，美国应该爱寻求法律的管道，互中国为疫情来负责。Opening the court system up for victims of the virus, much like we did for the victims of the 9/11 attacks. 柯顿进前就捌呼吁美国应该爱随行动改变中国伫咧国际的地位，包括消灭伊伫咧 WHO 的地位，支持而且促成台湾加入 WHO。美国总统川普车闸就捌批评 WHO 伤过暗护中国，表示要考虑停止金钱的援助。不过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敢若因为安尼态度就放软，伊表示美国是世界卫生组织上大的贡献国，希望唔通停止资金的援助。The United States is actually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to WHO.
And I have met President Trump a number of times. I hope the funding to WHO will continue. And the relationship we have is very good, and we hope that this will continue. 若美国若是真正无要援助资金，敢会影响到 WHO 后手防疫的作为？谭德赛并无讲到这点。不过，即马毋若美国生气，德国媒体嘛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正做中国团话的人，呼吁民主国家爱团结起来施加压力，互谭德赛落台。另外，网友发起全球联署，要互谭德赛落台，已经超过93万，离目标100万已经无远。若到100万，就会甲联合国请愿。记者综合报道。 自顶礼拜WHO 秘书长 Tedros 安尼讲台湾人吼是这个族群歧视啦吼，其实这个部分嘛引发着侪讨论。咱台嘛讲到这个《纽约时报》，咱要看这个声明吼，发出咱台湾的声音。其实这个 Tedros 伊嘛引发着美国甲英国这个不满啦吼。咱头嘛讲到美国总统 Trump 是讲要断这个资金啦吼。即马咱要来连线吼，这个《纽约批评啦，咱先来请教伊讲，纽约即阵疫情是啥物？咱再来请教伊吼。即马咱讲这个 WHO 这个情形啥物？必胜你好。你好，贵宾你好。对，必胜咱知影吼，即阵这纽约疫情是有放较缓，你安怎看讲吼，这个疫情发展？即马疫情是较缓即马因为我嘛是拢伫咧厝里嘛，拢袂当出去嘛，所以嘛是大家拢伫厝里，拢嘛拢是看新闻，看到的代志嘛，可能伫台湾的。 观众朋友拢差不多，就是看到讲即马增加的人数甲放缓，拢无变较济但是会感觉着伫住伫咧厝里，会感觉附近的厝边隔壁，大家拢较郁卒所以伫下暗时7点的时阵大家拢会出来伫鼓掌拍手大家 cheer up 安尼。 好，你刚才咱看到疫情吼，伫咧纽约才是放较缓。咱搁要来请教吼，就是讲 WHO 秘书长啦吼，即阵讲这个 Tedros 吼，讲最近咱这个台湾人歧视因吼，另外就是讲川普要断这个 WHO 的这资金，这个批评安怎看？批评？我是感觉第一个就是谭德赛安尼，伊的行为真正是用一个国际组织的一个 secretary 一个秘书长安尼，伊的角色安尼来看。 伊安尼行为真是足不当的 inappropriate， 因为咱这国际组织其实伊无啥物管理嘛，对毋对？伊袂当摕一个尺来讲，你爱安怎做，你爱安怎做，无可能嘛。所以伊的规个伊的叫啥物？伊的 legitimacy， 伊的规个会当运作，佫会当伊有法度，佫会当叫人去创啥，可能创啥，会当协调。 大家做代志的，就是因为大家该有信任嘛，对毋对？伊安尼发言，伊安尼发表安尼意见，其实大家拢看伫，大家民主国家大家拢咧看，就知影讲真正就是台湾安尼防疫做了上好，你搁安尼甲伊骂，安尼甲伊挑起泥巴战安尼，大家嘛看伫眼里嘛，所以。 安尼真正是对于国际组织的安尼信任、公共信任，真正是一个最大的伤害。有影啦吼，台湾人真正是足野生的。不过咱要搁讨论就讲吼，头拄啊，这个 WHO 吼，川普要断因的这个资金吼，你安怎看咧？批评？对川普这个动作，我是感觉，因为你要真正要甲这个对着国际组织的遮个资助、遮个钱，甲伊砍掉，安尼甲伊。 对方安尼消落去，你爱经过国内遮的可能两院嘛，你爱经过遮的国会去开当做但国会内底你无可能全部的人拢像川普安尼对于国际组织安尼持一个较鹰派的态度。其实大部分的人嘛是较介意讲咱美国搁伫国际组织内底去影响去影响这个组织要安怎未来的要安怎做因为咱出上侪钱的，咱就用无共的办法，可能搁甲伊讲好，你谭德赛即马爱落台，爱换一个可能别个所在，可能拉丁美洲也是倒位起来的人做秘书长，
因为迄世卫组织的选举是真正是足侪负面传闻呐，就是这是大家拢诟病已久啊，所以我是感觉应该是无可能直接退出啦，但是一定有政治动作，一定会有的啦。所以这个 Trump 的这个政治动作吼，一定爱有啦。不过咱嘛讲到吼，咱台湾的这动作吼 ，this attack from Taiwan 吼，有人讲到吼，咱台湾这个风景也好啦，等等这部分，啊嘛有讲台湾伫这地爱伫国际来发声，所以咱爱伫这个 New York Times 头顶来看这个声明啦吼，爱甲台湾人的这个声看出来，但是伫报纸头顶安尼敢有法批评？因为大家是讲要是咧看伫 New York Times 的报纸嘛，但是即马无人要看报纸啊，即马大家拢伫厝里，为什么要去买报纸啊？所以可能你用效果来想，可能效果上好的是你是去网络改下 App 迄种广告，无你有法，你要是你有法度会当找到可能 CNN 啊、CBS 啊。访问咱像台湾可能台风上好的英文，台风上好的可能唐凤安尼访问10分钟，哦安尼应该是效果上好的，比起你买啥物广告安尼效果安尼是上好。有影吼，感谢碧星。咱即马过来问到咱的委员吼，咱头头有讲到两个这个战处这个问题。第一个讲 WHO 甲这个中国这个之间的关系，美国真正嘛是看袂落去啊吼。啊，另外一站就是讲，咱等下嘛是爱请教之后啦吼，就是讲这个咱看伫这个 New York Times 这个部分啦吼，咱先请教委员，就是讲这个 WHO 即阵这个美国 Trump 要来动伊的钱金啊，啊即阵这个 Tedros 才来解释讲，美国这是上大的这个资助者。资助国家啦吼，啊，伊安尼讲有啥物效应？啊，对于咱台湾进前伊讲这个台湾族群歧视这个部分啦吼，咱有这个阴影，咱安怎去看咧？我想吼，就是讲这个即马 Trump 当然是感觉讲这 WHO 迄是嘛是针对这个美国本身疫情吼，比较遮尔这个骨力吼，嘛是要真大的一个算讲嘛是一个 factor 啦。除了讲中国本身隐瞒吼。啊，迄个算讲无讲实在话，了后搁迄个搜刮全世界即个防疫即个物资嘛吼。啊，第三个开始讲白贼，讲即个伊个病毒是对美国过来，所以讲当然美国即马是接受去的。啊，但是吼，就是讲即个物件哎，对全世界变成遮尔活泼啊，遮尔骨力，实际上甲迄个 WHO 本身伊个真侪的讲法，甲迄个做法，拢有因直接关系。咱会记都算讲，伫2月1号，美国开始吼禁止，开始对迄中国要飞去中国的即个飞机航班吼，开始有即个限制即措施的时阵，是 WHO 的即个 Secretary General 的 Tedros 本身跳出来讲，美国你袂当安尼做啊，你安尼做，那这是过度反应，overreaction。所以讲吼，这敢若一个例尔，啊嘛包括真侪个，就是讲 WHO 伊本身针对即个疫情吼，伊应该爱主动去调查。调查了后，搁爱主动去向所有的 WHO 会员国内底来表示讲，即摆发生什么款的代志。结果咧，伊去遐调查的时阵，咱知影讲 WHO 算讲正月14号有去遐，啊了后迄算讲正月20几号搁有去，包括讲迄个 Tedros 本身正月28搁走去甲迄习近平见面，结果咧。伫迄中国已经舞到迄凄惨落魄的时阵，伊有人对外口讲讲，这无啥问题。是。啊，迄个人传人吼，有限人传人，无所以袂安怎。所以当然表示讲，这 WHO 的本身的这个问题真严重。啊，当然即马我是讲美国讲有可能会甲登去哦，应该是讲我知影讲我有可能我都退出，啊嘛我决定无要退出，啊但是我可能即马吼无一定会甲你换落来。所以我开始用这个我其他的方式来看你要安怎来处理。所以讲，迄个 Tedros 当然知影讲，哦，也是到遮来，是讲这美国真正把这资金给登去吼。WHO 本来无讲真侪钱啊，啊，即马可能真侪迄个运作拢无法度来处理。是。所以我是感觉讲遮吼，即马一个做法是讲。Tedros 伊对台湾的这个侮辱啊，甲这个 insult 吼，算讲迄讲白菜，我是讲这物件真严重，因为唔单是讲。种族主义尔，伊另外讲台湾对伊本身有迄个人身的这个威胁。所以讲刚咱台湾吼有派人去迄所来甲伊威胁的。这个物件也是讲咱但点也无讲话，到时阵 ICAO 啊，其他的迄个国际组织讲，台湾有这款的这个记录啊，所以讲甲人威胁啊。既然你这款的歹习惯，即摆的歹朋友有啥物要互伊入来？所以这也转变是讲。
台湾到时阵无法度入去，毋是讲会员资格问题，是讲咱本身是一个歹囡仔。啊，都无爱你入来。所以讲这件代志吼不只严重，唔干那是讲迄个咱爱出面来讲，你黑白讲，咱爱坚定要求伊。迄个收回伊讲的话，爱伊道歉。是，这件代志一定爱迄个真严格，爱迄个争取到底。有影啦吼，咱来先看吼，各界对这个 Tedros 的看法啦吼。美国总统 Trump 头段嘛讲到吼，咱这个美国要动这个 WHO 这个资金啊吼，要甲吼这个医生内底全球卫生这个基金吼减少吼，存这个5800万美金啊，差不多是17.4亿这代票。另外，咱嘛看到美国共和党这个众议员哦，嘛讲提案要求各国的 WHO 现任秘书长。这个 Tedros 这个辞职进程哦，扣留这个经费啦吼。啊，加拿大这个网友嘛，伫这个 Change.org 这个网站头顶哦来联署。啊，另外吼，即讲伊无责任啦吼。另外，这个非洲联盟的这个主席吼，伊是讲非洲联盟拢全力支持 WHO 啦，其实这个中共吼，搁伫遐使人有关系。另外嘛，讲看到这中国外交部这个发言人这个赵立坚吼，伊是讲吼，世界卫生组织伫咧伊的这带领之下，啊嘛是吼伊的这个职责拢有做较好势啦吼。啊，搁讲因是这个客观、科学、公正立场，相信这个世界拢听袂落去啦吼。另外，咱来看到，其实这个 Tedros 的争议，毋若伫咧全球尔，伫咧因这个 Ethiopia 这个国内嘛是侪有人反弹啦吼。咱看到咱所经历的。相反的，这个 Tigris 人民解放阵线吼，就是讲这是甲徛甲这个 Tedros 哦，谭德赛是徛甲做伙啦吼。啊，过去因就是吼把持这个 Ethiopia 这个政权25年吼，对人民是这个政治压迫，也是讲违反人权啊。啊，这个 Tedros 就是因的这个核心人物之一啦吼。咱讲这个提格雷吼 ，Tigray 这人吼，差不多是5%至6%这个人数，但是因这个政权定调25年啦吼。啊，另外咧，这个有人就是讲啊。过去，这个 Tedros 咧做因国内卫生部的时阵吼，这个奥罗莫族区啦吼，这个族群的这个所在吼，差不多有35%这个人口，啊，当阵有爆发重大这个疫情啦吼，但是伊无作为，本地会当预防，会当治疗这疫情煞大爆发啦吼，啊。伊有人讲吼，这是一种这个族群的这个灭杀啦吼。啊，伊讲这个处置全球基金的时阵吼，这个款项吼，这个唔单单是收这个捐款吼，无适当啊，佫有其他政治意图啦吼，这个计划。啊，另外像这个 WHO 遮尔有声望的这个组织啦吼，有人讲主理者应该遵守着人权的这个标准啦吼。啊，若是看到 Tedros 来做领导Ethiopia 这个违反人权的这个部政吼，啊，伊嘛是执政党上主要这个成员之一。所以咧，因这个国内都有声音咧反弹。喺当阵2017年，伫咧这个 Swiss 这个日内瓦加啦吼，都有人因为这个国内人伫遐来抗议啦吼。所以即阵毋若是这个因国内有即种声音，咱台湾的声音嘛真正要表现出嚟。尤其咱头拄讲到这个 New York Times 这个声音，放伫咧这个报纸头顶，敢有适合？但是咱其实咱嘛看到之后，伫这个面册头顶有写一寡建议啦吼。咱有法度用什么方式，把咱的声音透过这个可能是媒体。另外甲放送出去。我的看法是安尼啊，这个代志会分做两部分，2%，一趴是政治的责任的部分，另外一趴是咱的国家的宣传的部分。讲到政治责任，就是头拄仔咱讲的 Tedros 即件代志。啊，我认为讲，当然即马毋是干那我尔，就讲国际上真侪的政治学家也好，国际关系的专家，还是讲各国的即个外交官，大家拢真烦恼一件代志，就是讲即马即个疫情煞了后，世界国家会变作较即个单边的主义，从 unilateralism 变作讲每一个国家会较孤立，就对袂。迄个依在即合作，即个真闹热的即个国际的即个关系，可能会改变，会变较冷。是啊，包括经济、政治各方面拢会受到真大的影响。是啊，所以人情烦恼即件代志。啊，当然咱即马所看到的，即所有的金融专家也好，经济专家也好，对今年也是。刷落来这几年吼，这个拢无看好，都是这个原因，因为讲你的规个依在这个本地这个金融、这各方面的这个交流，起码刷规个拢冷去哦。啊，但是我认为，对，你这国际原来是爱骹步爱继续行落，大家交流爱继续，但是这交流继续进程，你一定这个政治的责任，这个无论是你咱讲 accountability 也好。咱讲 state responsibility， 这是国际法的一个用词。这个代志若无处理，
我认为你国际要继续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这叫做这就是国际一个转型正义的艺术。是，你这边的这个代志，到底中国伫内面暗藏了偌济的消息甲资料？啊，到底 WHO Tedros 因伫内面判，到底是判到什么角色？我认为这款的责任，你若是无甲伊讲好清楚，无甲伊查好清楚证证，你袂使讲，这代志拢准煞的，大家来继续，这是无可能的代志，袂使安尼。那无咱的对嘿，啊，所以讲这方面是真重要。啊，这个代志一上来讲，台湾来讲是毋是适合？会使讲，但是我认为毋免完全是阮来讲，毋是咱来讲。这个代志，你看美国嘛开始有这个反思，你看欧洲的一寡这个报纸也好，一寡这个政治人物嘛来开始有这个思考。我认为你慢慢啊，互这个国际慢慢啊去消化这件代志，大家较冷静的时阵，当然就会去看到这个规个 timeline， 吼，为去年的12月甲正月、2月、3月，这个规个中间 WHO 安怎做，中国安怎讲，大家是安怎处理，是安怎，互大家安尼时间完全无通好准备，就忽然间敢若美国人常讲 out of the blue， 这个代志发生，其实无啊。那准讲长期来伫观察中国的，咱台湾遮。对咱来讲完全无意外嘛，因就是安尼暗藏嘛。啊，所以讲，我认为政治责任是一方面，啊，过来就是讲咱的外交甲宣传的部分，我是当然是看到咱的这个真侪咱的真侪好朋友吼，因即马做这个纽约时报这规个这件代志，我当然是算是讲真鼓励。啊，当然已经大家有这个热情，有这个心要去做这件代志。当然是爱，你当然是真好啊！但是方法是毋是一定都要安尼？我认为这就是当讨论啊。当然，主导者伊嘛安尼认为，这是当讨论的。New York Times 到底是毋是即马上适合的一个报纸？是，无一定。吼啊，头拄啊，这个辟星，辟星嘛是安尼讲吼。你看是虾米款的媒体，虾米款的方式来去讲，我认为这代志真重要。过来就是讲，你若做善事做好事。做善事做好事，点做啊！我认为这是当台湾语的精神就安尼啦吼，咱就点做。但是点做，这唔在国际政治内面是袂使。是袂使的哈。你若要做好事，要做善事，真好。但是你爱适当爱互知影。有影。所以讲，咱的国际宣传，咱的外交就是咧做这。要安怎上有智慧互知影？是。这个代志，咱安怎做的？阮安怎做的？所以讲。包括着咱即马伫世界各国，你看这个疫情遐尼严重的时阵，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每工遐侪人，这个受到这个疫情所害的时阵，伫这个时阵，你讲啥物话较适当？你讲这个时阵，但做讲台湾，敢若讲咱甲 Tedros 之间的问题啊，这就是敢若这就格局无伤细，嘿，敢若无够大啊。伫这个时阵，台湾是徛伫世界上头前之一啦。是，咱伫这方面的讲法，嘛爱行较真头前。咱是人道的主义去出发，咱是一个全球性的，为着全人类来去思考这个代志，安怎做较好，咱会当替世界带来什么款的帮助？我认为这就是咱的规个抗战拢悬起来，咱规个这个架。拢悬起来，是，甲这个国家啦吼，也是讲咱的这个世界观拍较开咧啦吼。其实咱伫台湾疫情会当控制甲真好势，毋若干若是咱这个可能喙炎外交的这部分，也是讲 Tedros 甲引起这个纷争，咱其实也阁有真济所在会当学习的。头拄啊，咱医师嘛已经讲过插讲这个问题啊吼，插讲这个问题，咱头拄有这个相片，互大家看，就是讲屏东也是花莲这个医师啦吼。其实咱阁带大家来看讲，美国疫情伫咧这礼拜可能会是上关风啦吼，咱嘛当用台湾的经验，互美国来学习。咱先看美国这个确诊数啦，头拄啊，咱讲到58万这个外例啊吼，死亡人数是23000外例，其中这个死亡率哦，这个4.05%啦吼，这个 New York State 遮吼是19万例，这确诊死亡人数是1万外例啦吼。啊，其实美国总统 Trump 啦嘛讲，就是讲有侪这个经济决定，拢爱由总统 Trump 来做
来做啦吼，嘛毋是这个州长。啊，其实军方这个疫情是看到这个 Roosevelt 这个军舰内底吼有4月13号有一个人死亡，然后是头一个美军头一个死亡这个案例。另外咧商业的这个影响吼，就是讲吼，伫咧疫情期间吼，大家拢无搁上路啦吼，啊保险公司来退钱。另外这是这个美国这部分，啊咱嘛看到，其实哦，这个全球头拄咱嘛讲看到迄张这个全世界这个图表啦吼，啊其实咱要搁带大家来看讲西班牙、意大利、英国、这个罗西亚、这个新加坡、中国这疫情，其实。上输人这个意外就是咱这个新加坡啦吼，这个确诊人数过去讲已经控制掉，但是最近几日来吼，最近已经冲到这个2000外例要3000例吼，啊，估计是386例是上悬的这个记录吼，侪人吼拢是讲这个死亡率虽然是干0.31，但是遮尔短的时间，咱国讲吼是这个有一天内底新增加386例啦吼，啊，新加坡咱知影因为这个人数差不多嘛才600万人尔啦吼，啊，其实。咱台湾这地也有伫什么方式会当互因做一寡参考咧？除了讲咱这个插讲啦吼，咱头拄讲到插讲这个，咱会当设计度互因免钱，啊，咱阁会使用什么方式？其实吼，咱有足侪超前部署的方式啦吼，比如讲以病院来讲吼，因咱经过 SARS 一届吼，其实大家足犀利的，吼像即摆阮有所谓的叫做超前看诊啦，就是讲病人要入来进前吼。因为咱惊咱接触到伊问到你问到袂赴嘛，但是你毋是大家你拢讲大家可以伫病院外口，是诊所遮都会在先甲做动，有这个部分。无咱有一部分就是讲吼，阮即摆像阮病院，阮用迄视讯看诊，就是讲你病人入来进前，阮先用迄视讯的镜头吼，先甲你了解状况啦，问诊一下，嘿，先甲你问诊一下。咱就是讲吼，足侪防疫的所在吼，咱每一个空拢爱布啊足有的，像咱的救护车吼，咱即摆迄若有。疑似的病人吼，咱救护车咱的迄消防员嘛是拢卫生区拢会穿迄隔离衣，啊连车拢甲包好足好的，吼啊，佮有包括像咱新加坡，咱知这有足侪迄外籍义工的部分嘛，啊咱足早咱就伫咱的政府的努力下，就是讲咱迄有外口入来的，咱其实咱病就规定讲你拢爱有身份证、爱健保卡，毋是病人尔，你家属入来嘛爱，所以你若有讲即讲为国外刷入来的记录，咱随时地当随去察觉到。咱就随发现，随发现咱会当随较紧甲伊隔离，啊，就当避免讲即种咱讲群聚的感染。所以我想，伫台湾的不管是政府，还是伫咱病院，还是讲伫足侪病院，毋是咱阮即间病院，就是讲咱台湾全体医护的人员，大家拢是足认真，就仔细咧甲即个破空来甲伊用啊详细啊，就较袂发现像个群聚感染安尼代志。是啦吼，咱头拄嘛讲到，亲像即个。新加坡的例啦吼，毋过咱头拄也无讲到这个所在就是这个中国啦吼。即阵咱阁看到因有这个新增加确诊89例吼，其中这个86例啦吼，其实拢是伫咧这个乌龙江省吼，差不多有79例，拢是自这个罗西亚来输入啦吼。所以伫咧这个咱讲境外移入中国遮嘛是可能要注意啦吼。但是讲因这个国内这个疫情到底是坎到偌济，咱嘛唔知影，咱拍一个大这个疑问号啦吼。其实佫回过头，咱讲台湾会当做啥物？台湾的这声音安怎出去？台湾这个咱讲防疫的这个表现，会当是安怎输出这个台湾经验啦吼？输出这个管道是啥？佫会当请教咱的委员。我会感觉讲，即马吼，当然迄个咱咧处理的时阵，一方面是咱家己本身是互人 isolated，所以讲一方面咱嘛是受害者。是。但是即届因为拄好就是讲，因为 WHO 表现了是在收过落吼，所以讲迄个咱会进前咱靠家己，即届忽然间变成全世界，算讲头优等生吼，安尼，所以这应该是讲迄个对迄个 greatest victim 变成讲 greatest victory 吼，这个真 ironical 一个受害者变成胜利者呢？对，这款的过程，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咱也是要讲吼，当然毋是干那讲这个体作对咱吼的这个 insult，毋是干那呢尔。当然咱嘛是爱甲人分享咱的经验，但是基本上讲，咱人爱讲就讲，这个。咱有法度安尼创，甲人分享即个经验，实际上就是讲，因为即个问题是甲迄个 WHO 用 politicizing 讲政治化，吼，
整个迄全世界应该共同来处理的这个共同的这个问题，所以才造成这款的结果嘛。是，吼，迄另外就讲 no one left behind， 所以讲迄唔干那种 WHO， 全世界所有组织，有的时阵嘛是因为真侪政治的理由，今仔日是台湾，明日可能是其他像讲迄个为其他国家无要承认的这个人民的组织。这拢有可能出现。当然讲，这个物件如果会当甲台湾甲这个咱讲普世价值吼，个人做伙。但我讲这款的这个 articulation 吼，这款的我们讲论述的这个结合吼，实际上爱伫外交顶头爱较这个顶真淡薄。顶真嘛，而且较油，较油咯。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咱当然甲迄其他国家的这个合作吼，咱要甲咱这个声音要用出去。我是感觉上重要的所在，毋是讲咱订什么款的报纸，是讲咱家己迄个咱直接咱的政府、咱的官员、咱的总统，伊都是用迄个社会的媒体，用迄社群媒体啊，用 Twitter、用 Facebook 直接甲人讲。是。安尼讲就会用着，我是讲即嘛全世界吼，因为开始拢被隔离嘛，隔离拢咧用即个 social media， 所以讲咱即个所在就是咱直接讲，安尼就会用着。我是讲这人咧讲吼，这咱家己讲吼，迄个主人家己讲，这上大声。是啦，主人家己讲上大声，咱今日当大声讲零确诊，希望未来吼，逐工拢是零确诊。感谢3位来宾，多谢。